高雄凤山最近出现一个查某人呢，伊定定摕这饲料啊，个笔也伫咧社区内面的空地啊，或者是停车场，生这鸟仔来食，那造成这社区环境垃圾、鸟仔屎也放甲满世界。这款的行为恐惊已经违法了，会当罚款。目前里长先甲伊警告，希望伊唔通搁再乌白呀。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一位查某人手提袋仔行到对面，就甲物件压伫涂骹。除了这边，伊阁会去对面停车场压甲规世界。伊行为也造成红东里面困扰，因为这位查某人世界压饲料已经2-3天，定定生鸟仔来食，也造成环境垃圾。里边表示，最近社区鸟仔确实有变多，上歹处理的就是鸟仔屎。环境的污染呐，对，而且那个鸟大便。鸟仔屎其实是做毒的，饲养动物之类的，它就会变成群聚，群聚来就会造成家庭的困扰。实际来到这，涂骹确实阁有一寡鸟仔饲料，里面为着要赶鸟仔，步数是真济，亲像有人将公碟片挂伫阳台，也有人用塑胶袋仔将机车包掉的，来防止鸟仔屎滴到。针对这位民众行为，里长也打出公告，警告伊莫阁乌白呀。这种撒饲料于人行道，致污染地面，影响环境卫生。查明污染行为人后，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规定，裁处1200到6000元罚款。环保局表示，这位查某人看起来真有爱心咧饲鸟仔，不过已经违反废弃物的清理法，会当罚1200块到6000块，民众会使向环保局来检举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